港娛樂圈最瀟灑嘅人呢，蔡瀾一定能夠排嘅上號啊！佢老人家身上嘅標籤咧不計其數㗎，美食家、電影人、主持人、作家等等，而每個身份單拎出嚟都非常優秀啊！蔡瀾呢，作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，係目前年紀最大嘅，而作為最後一個仲在世嘅才子，喺6月25號傳嚟咗噩耗。蔡瀾嘅社交賬號都係交俾秘書打理，秘書登錄蔡瀾嘅社交賬號，發文就話：我哋敬愛嘅蔡瀾先生喺2025年6月25號喺親友陪同下喺香港養和醫院安詳離世。遵從先生意願，為避免偷擾親朋，不設任何儀式。遺體已經火化，喺度感謝各位對蔡瀾先生嘅關懷。喺呢度之前呢，蔡瀾已經喺3月份送進 ICU， 當時大眾都十分憂心佢嘅身體狀況。但係4月底，蔡瀾嘅秘書回應表示係老毛病，休息下就好啦，冇大礙，唔使擔心。秘書雖然言語間輕鬆，聽住好似咩無關痛癢嘅小事啦，但係蔡瀾自從2023年意外摔咗一跤之後咧，身體狀態一直唔好。舊年出行嘅時候咧，都係坐住輪椅，俾人十分憂心。回顧佢最後一次露面，定係3月21號開直播同大家傾偈。當時佢坐住輪椅，睇住精神好好，但係面部有啲浮腫，依舊打起精神同大家傾咗個幾鐘頭。冇諗到嗰面佢係粉絲同佢最後一次見面，回顧蔡瀾呢一生，簡直係精彩嘅代名詞啦。蔡瀾出身喺新加坡，祖籍卻係廣東潮州。佢嘅老大蔡文元好唔簡單㗎，既係詩人又係富商，屋企個藏書多到能開個小型圖書館。喺咁樣嘅書香門第長大，蔡瀾呢從小就對文學啦、藝術呢痴迷得唔得㗎。10幾歲嘅時候，佢跑去日本學電影編導，本想住專心搞電影，結果一唔小心仲打開咗美食新世界嘅大門。喺日本學習嘅嗰段時間，佢唔單止將專業知識學得明明白白，仲大街小巷咁樣揾美食，從高檔嘅料理到路邊攤嘗咗個遍，順便將日本飲食文化研究透咗，妥妥嘅食貨學霸。回國之後，蔡瀾一頭扎進咗邵氏兄弟電影公司。嗰陣時嘅邵氏係香港電影界嘅頂流。蔡瀾憑藉自己嘅對電影嘅獨特理解，從編劇幹起，好快就成咗公司嘅香威。喺電影《醉拳》播出之後，蔡瀾更加係直接開創咗功夫喜劇嘅先河。電影圈小有成就之後，蔡瀾就化身成犀利點評人，對於電影嘅見解非常之敢講㗎。唔少嘅影迷追住睇佢嘅影評，但係蔡瀾嘅本領可唔全喺電影呢一塊。佢最出圈嘅身份仲得係食神美食家。佢對待美食唔單止係填飽肚子嘅一種食物，更加係一種生活態度同文化。為咗嘗遍全國嘅美食，佢滿世界跑，同埋各大廚師交朋友。佢喺描述一道菜嘅時候，比如廣東白切雞，佢會從選材、做法到口感，寫得嗰幾一個生動，恨得即刻衝到菜市場買隻雞自己做。佢同金庸、倪匡、黃霑呢個香港四大才子湊一塊兒嘅時候，傾偈話題十有八九都離唔開美食。之後佢主持咗節目《蔡瀾嘆世界》，帶住觀眾雲遊全球美食勝地。節目爆火之後，唔少人跟住佢嘅腳步打卡各地美食。蔡瀾嘅一生真正將吃喝玩樂貫徹到底，帶住美女去享用美食，轉圈世界各地。唔少明星就會直接誇讚蔡瀾係最有品位嘅男人。蔡瀾對自己風流才子嘅身份似乎並唔排斥，會喺節目上面大方承認自己交往過61任女友，並且同好多前女友都係好好嘅朋友。同女明星李奇紅泡溫泉，同港姐李珊珊、李麗泡溫泉，蔡瀾接觸過嘅美女，恐怕係普通人呢一世都想象唔到嘅數字。但係就係咁一個風流才子，卻亦都有自己溫情細膩嘅一面。喺蔡瀾睇嚟，即使自己有咁多嘅女朋友，但係佢唔會拋棄自己嘅妻子啊，因為婚姻係一種承諾，佢係一個非常睇重承諾嘅人。蔡瀾嘅妻子方瓊文有住常人冇嘅包容心。喺明知蔡瀾嘅行事風格同埋感情態度之後，定係會選擇同佢埋一齊。方瓊文非常欣賞蔡瀾嘅才華，並且亦都贊同佢對生活嘅熱愛同不羈。婚後佢哋選擇咗丁克嘅生活，只因為蔡瀾覺得自己仲好似個未長大嘅細路，照顧唔到細路仔。
係方瓊文嘅包容，俾蔡瀾始終做自己。佢成日感慨自己非常幸運，遇到咗一個會食會做飯唔理我嘅老婆。人人羨慕蔡瀾嘅婚姻，婚姻對佢嚟講好似係需要時就存在，唔需要時都做自己。雖然大家並唔想成為方瓊文咁樣喺婚姻中做卑微嘅一方，但係殊不知蔡瀾俾咗方瓊文最大嘅尊重。蔡瀾喺自己著作《婚外情》當中寫到，喺佢睇嚟咧，出軌係一件好正常嘅事情，但並唔係男方嘅專屬。你要允許你嘅另一半有同樣嘅權利。咁由此可見啦，喺蔡瀾嘅感情觀咧，佢將佢同佢嘅妻子係視為同樣平等嘅存在。雖然蔡瀾中意出去玩，但係佢每次出門返嚟都會迫不及待咁同方瓊文分享一路上嘅趣事。今日喺邊個小館子食到咗驚豔嘅美食，聽日又遇到咗邊啲有意思嘅人啦。方瓊文就坐喺一旁，靜靜咁聽住，時不時笑住插幾句嘴，眼裏滿係溫柔。蔡瀾愛交朋友，經常呼朋喚友嚟屋企聚會，將屋企弄得亂糟糟嘅。方瓊文都唔嬲喎，仲會親自下廚做上幾道菜招待大家。而出去玩嘅蔡瀾亦都會成日惦念住妻子，嘴上講住係想妻子做嘅飯，但係點可能唔係因為想念妻子呢？日子就咁一日日過去，兩人攜手走過咗好多個年頭，我邊個能夠諗到一場意外打破咗呢一份平靜？2023年嘅一日，方瓊文喺房間裏邊唔小心摔倒啦。蔡瀾當時急壞咗，一心諗住趕緊將妻子扶起嚟，結果自己太着急，A 個呢都摔咗一跤啦，直接摔碎咗髖關節。呢一摔，等蔡瀾不得不瞓喺病床上接受治療，而方瓊文嘅情況更糟糕，冇過幾耐就離世啦。嗰段時間，蔡瀾成個人都懵啦，將自己關喺醫院裏邊，推掉所有嘅工作，我滿腦子都係同妻子嘅回憶。蔡瀾冇公開妻子離世嘅消息，卻將呢份傷痛埋喺咗心裏面。喺採訪中咧，蔡瀾輕描淡寫嘅話妻子已經走咗，但係熟悉佢嘅人都知道，啲玩笑背後藏住幾多眼淚同思念。妻子走後，蔡瀾嘅生活徹底變咗樣，佢離開咗住咗多年嘅屋企，搬到尖沙咀嘅酒店套房，仲請咗8個人專門照顧自己。喺同人哋傾偈時候，佢仲係會講起同妻子嘅事，講起妻子嘅包容。咁講起嗰啲一齊走過嘅日子呢，如今蔡瀾都已經離開咗我哋啦。喺所有人睇嚟，佢係嗰個放蕩不羈嘅風流才子，但殊不知佢先至係嗰個最深情嘅愛情守衛者。蔡瀾走咗，咁啊自此啦，香港4大才子啦，全都仙逝咗㗎。倪匡、金庸、黃霑，一個個離開咗我哋，希望佢哋喺天堂已經團聚，希望蔡老爺子一路走好。